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今日阁再来读汉诗，来读讲永早台湾南北二路有真侪迷人的景致，经过诗人写落去诗句内底。咱嘛知，咱知影讲山水有当着啊对时代的变化，踮伫咧出海口，海水甲溪水相碰，迄款的景致，有当阵啊，即摆已经看袂到了。包含讲伫咧山内，较早较无建设，即摆较有造作。永过的景致嘛，只有留伫咧诗人的字句内底。毋则讲南北二路台湾的北景，有真侪诗人拢写出真感动人的诗文。今日国正要招你来听台湾通史的作者连雅堂先生所写《碧潭四绝》4首绝句，国正经其中一首7字4句的绝句。见面头一句讲：昨晓清梦对城南，一里诗魂绕碧潭。好是日斜风定好，半江波影暂春山。你认真来甲体会诗人，伊毋是干那写景尔，伊阁写伊对文学迄种的感情。伊来头一句表明讲：昨晓昨昏的深更，我的梦对落伫咧台北城的南端，城南的碧潭这个所在。一里诗魂，我诗人的魂魄，我诗人的心灵，踮伫咧碧潭，洗啊洗，毋甘离开。一里诗魂绕碧潭，原因就是因为景致太过迷人，原因就是因为迄款风景，互我流连，搁再流连。啊，当时的风景上界打动人。连雅堂第3句的诗讲：好是日斜风定好。这里好，台湾话汉文音就是读个做好。上界美丽、上界美好的时阵，是当时日斜黄昏夕阳照着碧潭的潭水的时阵。迄个时阵，风无半丝，安尼生心肝头真平静的时间。半江波影，碧潭潭水照着日头，影反射来到我所穿这件衫。因为冬天已经经过，我即马来到碧潭行搭，所穿是春天的衫，所以诗句讲半江波影暂春山。原来就是日头照着潭水了后，搁再来反射。潭水反射起来，这个光芒暂这里安怎样解说？就是倒淡啦。日头讲倒淡，我所穿这件春天的衫。这款的诗句，伊描写，伊表明讲，第一有景致，第二有诗人的心情，第三搁有这中间过去流连，搁再流连，台湾景致一幕幕，互诗人定伫咧心肝，永远都放袂落迄种文学的感情，甲文学的感动来。昨夜清梦对城南，一里诗魂绕碧潭。好是日斜风定好，半江波影暂春山。体会这首台湾通史的作者连雅堂所写迷人的诗句啦。